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所有害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行路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不如这样，加上他腹中的孩子，一尸两命，够不够？哥哥何必装傻？你我都知道，想让我身亡命陨的另有其人。果然是亲疏有别，流着一样吃人的血，才能够成为一家人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我想要的，却一件都办不了。日后，我会用别的东西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因为我想要的，永远是你给不了的。沈清堂，你一定要这样惹我不快吗？是你将我拉入了深渊，你竟然还敢奢望我来爱你，哄你开心，给你圆满。你受伤了？快去帮我找一些治伤的药来。你别在我这儿，要死，去别的地方死去。让你失望了，这些伤还死不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看您了。你快走，不能让祖母看见，快走！我不。清堂见过祖母。我知道从之护着你，但西院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该劝着从之，一家人别再追究了。怎么了？清堂没事，就是昨日受了寒，现下有些腿痛。不过祖母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早些歇息吧，改日我请宫中的大夫来给你瞧瞧。清堂谢过祖母。啊。出去。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今晚我就留宿在这里。裴从之，别动，就这样，一夜就好。就算你我此时同床共榻，心却永隔着千山万水，有什么用呢？醒了就尽快离开吧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看来伤口还是疼得轻了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昨夜我说的承诺还算数，我不想失去世上仅剩的家人。你还有何所求？若想好了，
随时告诉我。我想回灵川，过回8岁之前没有来到皇城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有你，无你，我都情愿。又是一件办不到的。罢了，你走吧。让我想一想。晏叔，在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辞官了，去过闲云野鹤的布衣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公子，您不会在说笑吧？朝堂少不了您这样的股肱之臣，裴府还要依靠您当家兴业呢，您怎么能走呢？说笑而已。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甜水巷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平南王虽然已经离开，但在城中留了许多耳目，伺机混进裴府，都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令平南王那边起疑。平南王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。他的目标是沈清堂身上的藏宝线索，找个妥帖的人看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这里。是。至少在这个裴府，我还能护他无虞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成亲了，成亲了！怎么了？甜水巷新来的花魁游街，据传她的相貌跟小姐十分相似。如今大家都传言说当初是有人看错了，将她认成了您。唉，现下小姐的污名终于能够洗清了。难得老祖宗生辰，好久没有放天灯喜宴了。妹妹今日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你还想着关心我？我虽在宫中，却听闻你与燕城世子因为流言失去了好姻缘。今日呢，是大哥特意向楚君求情，我才能回家省亲，陪你说说话的。大哥待你真的好好啊。待会儿这祈福祝词呢，你可得比别人多写几句。裴同志，我们来这些年你对我的无度偏重，若是永远只在兄妹之间，该有多好。老身多谢公主专程来府中为我庆寿，日后与从之成了婚，住进了府里面，便是一家人，可谓圆满了。若是日后成了婚，从之的长辈便是我的长辈，昭和定是要将老夫人接入我公主府中享清福的。老身多谢公主记挂。不过从之孝顺，
又兼爱兄弟姊妹，总是想着要把所有弟妹终身大事安排好，才肯放心与我成婚。老夫人，香堂妹妹此前虽与燕城世子错过，但少女韶华易逝，也该早早为她安排下一桩良缘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大公子极为爱护清堂姑娘，那些上门求亲的贵胄，他是一个也瞧不上呢。那不如交由我来安排，让皇兄给妹妹赐一桩情不可却的好婚事。好啊！小姐，是燕城世子。清堂妹妹，退婚非我本意，得知你受欺辱，更是日夜难安，苦心筹谋。若你亦有幸，今夜虚实于东间，你我私奔，从此天高海阔，白首不渝。在干什么呢？这般慌张，可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？方才画天灯时，一时没注意，手上沾染了墨汁罢了。这上面的祷文尚未写完，哥哥若是得空，不如帮清堂添几笔吧。由我带你祈愿。看来你不与我置气了。今日是老夫人的寿宴，清堂不是那般小气之人。这灯上的词，我不喜欢。裴从之，你疯了！你应知道，这便是我心中所想，别无他求。我的要求，你无疑能够做到。况且，你跟昭和的婚期快到了吧？你的所求，这些时日，我有认真考虑，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你心中的。我虽现在不能陪你回灵川，但这只发簪是我从灵川寻回的，属于你母亲的遗物。亲，看我这个簪子，好看，是不是特别衬我？你看手好，真好。啊，母亲你看，都飞上去了，好高啊！这里可不是任由你肆意妄为的公主府。好一个兄友妹恭！裴从之，本宫来你府中，不是看你与那破落户上演郎情妾意、私相授受的戏码。这不是私相授受，我会把它变成正大光明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下旨前，微臣已经向陛下请求，取消你我二人的赐婚。什么？你怎么敢？这不可能，关乎当朝公主颜面，皇兄断不可能答应你如此荒谬的要求。公主是觉得自己的千金之躯和颜面能值几钱，能比得过微臣这几年的奔走，
换来的藩邦10年岁贡，邻国休兵止戈吗？你不过是一介皇家走卒，竟妄想蚍蜉撼树与本公主叫板。公主若不信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好，那就看是你的退婚快，还是皇兄给沈清堂赐婚快。清堂妹妹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之前，你我的婚事，甜水巷谣言，是我未能真正保护你，是我该死。我知道，燕城哥哥也是身不由己，又怎会怪你？我离开时避开了裴府众人和眼线，应该不会被人察觉。带我走吧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避开这凡尘俗世，往后的日子都有我陪着你，不再让你受委屈。驾！从之，你我相识10数载，能否看在往日情谊，高抬贵手，让我带清堂走？我定会好好对他，绝不辜负。燕城世子，我妹妹年纪尚浅，不懂事，可我身为哥哥，自不能容她做出私奔这般大逆不道之事。沈清堂，还不过来！此事是我主张，不关清堂的事。难为燕城世子如此情深义重，妹妹，不如趁现在，将这段时日的真实心思也一并相告吧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你若真走，有些人此生就再也无法见到了。承蒙世子错爱，只可惜你我之间有缘无分。望君余生安康顺遂，仕途坦荡。清堂，你别怕，跟我走。世子殿下，清堂对你从未有过半分真心。我不过是贪图平南王府的权势，贪恋荣华富贵而已。清堂，我不信，你为何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？那我们之前的相处，那算什么？因为我做腻了养女，只想做高门贵族，嫁你，嫁别人，都一样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多怕一缕春风清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裴总之，你为何就是不肯放我一条生路？你不会再有生路了，沈清堂。落日飞花
我的药。那日后，裴从之似乎疯了，疯得彻底。或许真的是我错了，不该在那个雨夜叩开裴府的门。我明知道他的存在是我这辈子走不出的深渊，但为何我会在这无数个日月晨昏难以避免的沉溺、心动，无法自拔，只能暗中服着婢子药。他固执地问我爱不爱他，可爱也好，恨也罢，若不得自由，有何意义？裴从之，今生今世，我一定要让你输得彻底。你嘴上说讨厌我，但你的反应骗不了人。青堂，你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没有哪怕片刻的喜欢？我对你，哪怕有个一点点的喜欢，但我从小便知，你我之间犹如鸿沟深渊，它永远在那。有着一点点的喜欢，便足矣。青堂，你肯踏出这一步，剩下的鸿沟山海就由我来踏平。好。昨晚弄疼你了？裴从之，你闭嘴！你若生气了，以后不这样便是。子期想要你入宫，念你念得紧，我已待你应下，全当消遣。你可愿去？好好好，你快放开我！走吧，妹妹，别让祖母等急了。青堂向祖母问安。孙儿向祖母问安。坐吧。青堂姑娘，你这腕子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昨夜不小心被蜈蚣爬了，进来这些蛇虫毒物，可恶得很，防不胜防。祖母也得多加小心。大公子，你这又是？哦，叫府上的野猫给抓伤了，无碍。出来见一次子期，就这么高兴？子期如今久居宫中，我与他鲜少能相见。他原又是裴府中少有的真心待我之人，心思纯净，不比某人奸诈。这有何难？你若想见他，奸诈某人带你来见就是，只要你高兴。裴从之，你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
不清楚，但是比起从前，你好像多了些血肉。你也不一样了。这是在宫中。哥哥，青藤姐姐。姐姐，趁着从之哥哥渐渐胜上，我俩正好可以多相谈一会儿。哎，姐姐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同从之哥哥在一起多久了？你刚才都看见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……如今我已成婚，怎会不通男女之事？哥哥他看你的眼神啊，可不清白。哎呀，如此也好。这世道女子艰难，此前我得知你与燕城世子的婚约作罢，很是忧心。可如今若有哥哥护着你，我便相信姐姐未来定会无虞。子期，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与他是兄妹。你与裴府并无血缘关系，何必拘泥？况且以前我就觉得哥哥对你啊，总是格外偏宠。现在想来，这份宠爱不是兄妹情，反倒是他心中有你的证明。那些偏宠，倒不如说是他的控制欲作祟罢了。哥哥入世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哎，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。你我之间，是不是被心有志气，前路有未来？沈清堂，昭和公主，你引诱平南王世子私奔，又有被人伦勾引兄长，还敢来宫里？今日，本宫就治你个有违纲常之罪。沈清堂，若是毁了你的脸，撕破你的伪装，看看他还会不会把你视如珍宝，偏帮你，相信你。你赖有私心，伤了我，又岂能全身而退？哼，可笑！你什么身份？我贵为公主，便是杀了你又如何？
伤他。我就伤他了，我还要让皇兄治他死罪。只怕陛下现在无暇顾及。元国举兵来犯，陛下意欲和谈，最好的方式便是派你前去和亲。王口拔舌，皇兄不可能让我与那糟老头子和亲。你是一国公主，生下来便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你也该承担你应尽的责任了。责任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裴从之，你为了一个沈清堂待我至此，他不过是一介贱民蝼蚁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稀世珍宝，你连他半分都不及。我来帮你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你为了救我，落下这伤，任凭岁月，我看着难受。藏起轻狂与懵懂。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，是悲是喜。我既然承诺要庇护你，自然不能让你落入险境。你真的要为了我作废与公主的婚约？既答应你要给你未来，我是认真的。沈清堂，我既要了你，便会给你我许过的。这不只是交易，也是承诺。今天你去找圣上的时候，子期同我说了许多。他说你是真的爱我。裴从之，我想和你真正开始试试，能不能走完这一生。只要你愿意。不管他是出于真心所言，还是被你安排的说客，我都相信他说的。你爱我，而这也是我可以赢你的唯一筹码。小姐，您真的要自己去见大夫人吗？她可不是什么好相处之人，先前还那般对您呢。既然我选择了和裴从之在一起，那他便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一道坎。采薇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是父亲的忌日，即便你再憎恨他，也该为他好好上炷香。裴玉便是死千百次，都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我怎么可能祭奠他？你究竟是因恨不怨，还是心中有愧无法面对？也罢，为了情夫谋杀亲夫，这桩罪你又怎么敢认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对你已经倾尽所有，为什么要用裴子期那个野种
来报复我？为什么？你说，说啊！你就是不如他！一定要杀了那个野种和奸夫，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儿。杀了他！父亲，杀了他！父亲，走开，滚回去！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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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。不能让人知道今天这一切，否则我让整个裴府永无安宁，不得其死。你早就想让他死，你长期在他的蚕食里下毒，你以为能瞒天过海？姜婉，你为人妻为人母，你都不够资格。若你还想让你的相好活命，你最好多取父亲的零钱，磕头忏悔。你光会用他来威胁我，那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以为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他背负的秘密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妻万世，带他远走天涯。我的身世究竟有何隐秘，竟能覆灭整个裴府？可你最爱之人的性命，也就在我的一念之间。你是为了姜婉那句话而来的吧？你知道我在。在我决定要为你我争一个未来的那刻起，我的一切与你便不设防，不隐瞒。这些秘密在你手中，做护盾也罢，做刀剑也罢，我都不在乎了。你就这么放心我？你已经答应与我此生共白头，不是吗？我只是在赌，你对我究竟有没有真心而已。那便以此酒，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的身世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我身上的刺青又象征着什么？青堂，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太晚了，若是早些知晓这一切，也许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我和你已经走错了路，并入了骨，又怎能相爱？我们之间至于输赢，不会再有生死相许。怎么，还没真正上位，就要迫不及待的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了？江夫人折煞我了，我的目的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竟还是想逃？你与那裴从之在老太太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难道都是演的？这个宅子里假意太多，人人都想着算计，没有谁能够真正幸福，所以我不想留。可笑那裴从之机关算尽只为你，你竟还是要离开他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你想离开，又与我何干？我知道，他把你的情人关在哪里。江夫人怕不是忘了，之前你是如何对我的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错了，我这次过来，不是交换，而是威胁。江夫人只管想着该如何尽心竭力地配合我，若你还敢存私心，我会用这块令牌，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是我看走了眼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厉害。你的确不会是下一个我，你是另一个他。事成之后，我再放你的情人自由。这个刺青始终是个祸端，现在有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一个刺青能有什么隐患？真正的祸患，恐怕是我自己吧。有时因为一场瘟疫，双亲去世，大病之后，便忘了临川往事，只能凭借祖母留给我的信物来到裴府。我时常在想，若是那个时候，哥哥没有带我进府里，又会是怎样呢？妹妹后悔了。从前有过，如今我不后悔。一直想问哥哥，哥哥每次看我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一面要我费尽心思的求生，一面还要我感恩戴德的动心。我对妹妹的坏，
我要取清堂为正妻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兄，他不可能让我去和亲，他分明应了我，嫁给裴从之的。殿下，您别再想着裴大人了，他已经和那养女定下婚约，天下皆知。木已成舟，皇命难违啊！您就安心待嫁吧。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裴从之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你千辛万苦求来的这门婚事，才是送我离开裴府真正的助力。婚服到了，放那儿吧。昭和，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来碍我的眼呢？你抢走了裴从之，毁了我的人生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沦落到和亲嫁人的地步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嫁给裴从之，没有想到时至今日，你竟然还在恨我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裴从之对于我，就像皇家对于你，都是我们难以反抗的命运。即便没有我，你也没有办法嫁给裴从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恒国的公主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的。
是同病相怜的可怜人，你不该恨我。大江，这个给我，我去洗。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再去换一盆吧。好，小声些。娘亲，娘亲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孩子，别哭，快离开这里，投奔裴府。记住，自己好好活下去。日后若是寻得机会，去找平安王。实在是没办法，孩子没保住。青桃呢？小姐忧思过绪，我这就去配上好的养生药。公子，还好沈姑娘性命无虞，你要不先去看看她？青桃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，但你也不必这么苛待自己的身子。是你吧？你知道，我一直在暗中喝着避子汤，于是你偷偷命人换了药。是吗？是。总之，若不是你这么做，我断无可能怀上你的孩子，更不可能无端端就失去了我的孩子。可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难受。你口口声声说会接纳我，想跟我共度白头的。你说过你会爱我。你为何还处处防备算计？你所谓的真心，
到底有多少？因为我不想在这深宅大院之中，再生出下一个重复你悲剧命运的孩子。沈清堂！这高门大户困住了你，你又来困住我。如今这恶果，都是你我的报应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飘零，心中的弯是柔情还是荆棘？